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清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朝见我们神，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带渴慕的心来仰望他，我们一起要来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先为自己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我们先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赞美他。让我们当我们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敞开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你是美好的神，主，我们要再一次来仰望你，主，因为你的名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啊，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主，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门。主啊，让我们大大的来张口赞美你，主，你荣耀的宝座必然要设立在这里。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然后请求圣灵你来跟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清晨，我们要再一次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我相信，主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要让我们看见新的道路。主，你的成全成就也在这当中来彰显。主，谢谢你，赞美你，我们一同的同心合意祷告，在主你的脚前，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一起说阿们。感谢主，我们站立起来，我们要将最荣耀的加身来献给我们的神，把你的双手拿出来，一起来拍掌。是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意称谢赞美主，因他心是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遇见主。
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不怕。大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我的攻击便会顺利开歌。你为我展现不平，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远坚持更多的坚定，是的，你是每一次帮助我们的。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让神来对着他说，环境试炼是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不怕。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便会顺利开歌。你为我看见福明，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远称谢赞美。是的，你是为我，你为我看见福明，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远称来谢就来大声说，你为我，你为我看见福明，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远称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神是征战得胜的神里面，我们要将大的荣耀给他，继续拍掌来赞美他。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在那里，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王国降在你，这是荣耀之王，天上地下。谢谢你如此爱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再一次被你的爱来充满。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离了你，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唯有你的爱要再次叫我们得刚强。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刚强壮的心来依靠你，因为你是如此爱我们的神。算什么？你已经不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已经不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主生一切，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我算什么？你已经不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主生一切，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
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新的诫命来宣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赞美歌颂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颂赞的主。我们享受在神你的同在里，我们感谢耶稣，你在这个时刻召聚我们得以来亲近你，能够更多来认识你，你的给予的保护及平安。圣灵也常常来，请你时常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曾经有得罪神或得罪人的想法意念，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错回转，重新学习与神与人恢复关系。更恳求神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坚固我们的心，以至于来活出神你所喜悦的生命。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当中有
第一次来到我们右昌教会的新朋友有没有？因为我们手上没有名单。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可以你起立，我们用拍手来欢迎。有2位，我们右昌教会欢迎你。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在周报第4页，第1点，在今天主日到下午5点举办本会为救恩感恩、为救人捐血的活动。地点在教会护堂外面。刚刚你们进来就有看到。如果你可以来捐血的，请携带身份证来前往。捐血者可以得到精美的礼物1份。第2点，本会本主日在中午3楼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各位小会员出席来参加。第3点，小会的公告。第1小点，本会定于下主日11月21号起召开临时合会，举行第22届长职选举。本次预定选出长老10名，执事25名。第2点，临时合会会员名单公布在下面的公布栏，如果有遗漏或错的部分，敬请弟兄姐妹向办公室来反映，以便来更正。谢谢。第3点，选举的方法A， 先选长老后选执事。B， 在籍会员过半数之出席，以无记名联记，依所需名额由得票超过半数以上较高者为当选，同票则以抽签来决定。C， 选票印上全部候选人2寸相片及名单。D， 第1次选举尚未全部选出的，第2次选举得至第1次得票较高者中，依序提列不足名额的 1.5 倍名单为候选人。1，第2次之选举若仍未全部选出的，第3次选举得至第2次得票较高者中，依序提列不足名额，加1名为候选人。第4小点，本届长职选举除了有4场礼拜中当中来投票，如果不能在礼拜中投票者，可以在周3晚上10点之前到办公室来投票。于星期四早上9点，在教会3楼会议室来进行开票作业。开票的结果将于隔周主日来公告。第4点，教会右昌教会的公告，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会所有的相关实体聚会已经恢复实体及线上并行的方式实施。敬请弟兄姐妹注意遵守防疫的规范。6小点，本会第16届新生命讲座在自12月12号前每周日下午3点到5点来举办，敬请学员准时来参加。服事同工下午2点45准时参加会前祷告会，敬请来代祷。第6点，下周主日11月21号为台生主日，该校差派梁月木老师代表来教会请安讲道，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奉献。第7点，本会定于11月28号下午5点在敬拜中心举行圣诞点灯礼拜，会后有预备青食，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来参加。要参加的请到2楼柜台报名，请各小组长来协助组员来报名。当天下午4点半预备有福音车，福音车会从教会来接送松原长辈到敬拜中心，需要搭车者请到办公室来报名登记。
实体消息，护士社的消息，社员消费性低利贷款15万，还有社员在职军公教贷款30万，这些到11月30号前截止。第3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1.8%，这也是互助社的福利，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或转贷的向互助社来洽询办理。第2点，赞美操的消息，定于11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教会广场举办右昌教会赞美操17周年及赞美操体验活动，主题不要失去你的微笑，欢迎大家踊跃向种子老师来报名参加，以利预备。交接消息我们请牧师。好，高雄中会的妇女司公布12月4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在海埔长老教会举办圣诞节的赞美礼拜。请我们姐妹要参加的，向皮淑珍队长来报名费用一个人是500块，但是若是圣歌队他们有补助也一个人200。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下个礼拜就是要召开临时的和会，要选举长职。那这是我们教会4年，算是也是一个大事请我们祷告，也请我们能够踊跃参加让我们整个选举能够顺利有新一届的长职来继续带领教会这个请我们能够关心代祷另外我们在11月28号要今年的点灯的礼拜，圣诞点灯礼拜今年因为疫情我们今年教会也没有大型的圣诞的晚会但这个点灯礼拜在户外所以请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我们也在敬拜中心那边跟这边都布置得很漂亮那我们在那时候那边跟这里点灯就是从此会点亮那希望我们能够踊跃来报名参加这个是跟大家提醒的，因为要先报名，预备有清洗谢谢。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记载在提摩太前书3章1节到13节。在提摩太前书3章1节到13节，神的话语这么说：人若想要得着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着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
的真道上大大有胆量。以上是神的话语，赞美。我们起教会圣歌队。讲到题目是长子是荣耀的圣子，我们欢迎佑昌教会主任牧师建岳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台湾的疫情有很好的控制。我们虽然还是2级，但是很多防疫的措施也渐渐宽松。牧师讲到可以脱下口罩，我们现在诗班也可以赞美神感谢上帝我们盼望能够完完全全的整个疫情能够得到控制，能够恢复我们原来的聚会。那这次我们要举行我们教会第22届的长子选举。22届应该为什么22届呢？我们明年就进入第70年那因为早期是3年就选一次一任就是3年，但后来总会做了改变4任4年才1任所以我们才22年倘若是3年1任呢，在66年表示说我们已经有几届是用4年的那今天牧师特别用这个题目，就是长子是荣耀的圣子长子是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荣耀的，是圣洁的，这跟这世上其他的职分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教会也是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当然就是要有很好的组织的运作所以有人说建造教会就是3个 S 有 spirit 就是灵。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是灵，是生命。啊，神的话，我们的根基就是根据圣经神的话。啊，这些组织在圣经里面也有教导啊，也有教导。按照这样的教导，我们来做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组织的根据啊，这个是很重要。好，所以除了说神的灵，当然要道成肉身，神的话成为我们一个组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组织的架构啊。不同的教派可能它有不同的一个组织架构，那每个组织架构都有它的优点、它的缺点。世界上的组织，坦白说，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不太可能啊。但是没有组织是不行的，没有组织就会混乱。组织让我们一切能够有次序啊。然后我们有了好的组织，有了运作了，我们教会有很好的方法策略，能够来完成教会神所托我们的使命。我们说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不是这个建筑物，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恩典，他的宝血赎为我们，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称为他的身体，他成为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凡事要顺服在元首。我们有圣灵保惠师，他向父求的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顺服他的真理，按他的真理而行所以教会是充满神的荣耀，教会是独一的，是圣洁的，它是有使命的。我们是一个使命的群体，我们在这里是有目的的，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让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们能够成为门徒，一代传承一代，让整个教会不断的扩展，让他的国度不断的扩展，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我们的教会台湾圣公会很久以前有一位主教叫做庞德敏这庞德敏主教他在讲教会的这个组织结构，他有谈到说大概分成4类。第一种叫君主制度，就是有一个权力最大的，好像天主教的教宗。教宗很有权力但是教宗倘若要选他也不是容易的，这个要经过很多的装备、经历、考验，到他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不然的话，这个教宗权力这么大权力越大也是很危险的很容易会受迷惑，可能会滥用权力，那就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天主教的教宗也是要经过不是只是用人为的手段，很多的祷告，很多的试炼，他能够适合在那个位置。那他的领导倘若不好，当然带来就是一个撒旦魔鬼的毁坏。那第二种就是贵族制度了，就是少数人在领导了，像圣公会的主教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权力没有这么大，但是也是很大。那要用什么方法你越是权力越大，越要谦卑，越要能够倾听整个下面的声音，让下面的声音也能够到你的耳中。所以古代的像那个皇帝权力很大，他们要威武出行，他们打变成这个老百姓到民间才能够知道民间疾苦不然的话他可能施政都不知道了这个就是制度那我们长老教会刚好是比较中间的，是间接的民主制度、代议的制度。透过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是会员，我们都有资格被选为执事。执事担任2任之后，他有资格被选为长老那长老是被按立的，他跟牧师一样是被按立的，他是终身的职分。他无论是他已经退任了，我们仍然尊称他是长老，好像牧师一样。那牧师跟长老在长老教会制度其实是同样是一个长老，一个是比较受召来做治理管理教会的长老
啊，一个是比较受招来，在神界受的装备、神界的训练，他能够成为一个比较能够教导信为的一个长老，这个就是牧师。好，所以以我们的组织现在是这样，整个教会的组织，初代教会本来以弗所书在讲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教会的组织的架构，但是我们知道，在主后323年，整个基督教成为国教，君士坦丁用政治的权力把教会用一种另外的方式可能跟保罗在以弗所书在教导的不太一样，所以今天也有很多教会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恢复。虽然教会有这样的组织架构，好像加尔文他是一个念法律的，他对整个法规、教会的治理管理很有精密的一个制度，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有形的教会。各位，一个无形的教会就是我们真的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应该要按照他的真理来成为他的子民，使这个教会能够按真理而行。那这个是比较无形的。那今天甚至有的教会认为说，这个代议显出的长老执事来治理还不够，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因为现在这个民主时代。但是各位，教会民主不是教会的根基，我们就要以上帝为主。其实教会是以神主的一个组织，不是民主。到时候民主的话，那这个教会可能就好像我们一般整个现在的民主社会，可能选举的，可能为了要显赢，不择手段用各样的手段来达成目的，那这个对整个教会就惨了教会惨了。所以教会跟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选举也要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职问也是要不一样的，不是为了利益的，不是为了权力的，乃是这是一个荣耀的圣旨。我们愿意委身让神侍奉，我们愿意谦卑做仆人，我们被选出来就是要服侍的这个是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教会的选举，我们要祷告，我们真的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着真理的规范，好像今天我们读的，来选出合他心意的人。那这个是教会之福不是因为我很有学问，我很有地位，我很有权势我很有背景，我很有条件过去当然我们知道教会有的是有家族了，那我们家族好像退拜我们的代表，不管他是不是，那不是应该教会应该有的。这个想法也是错的，或是可能我当了长老，可能我的儿子就要继承当长老，可以，他有条件，他众人以为美，当然是很好，但是这个不是继承的，乃是借着所有神的百姓，大家借着祷告，大家按着心中圣灵的感动，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就去做这个选择所以在过去牧师在之前教会服事的时候选举当然选举有人选上，有人没有选上。我们教会已经选举方式有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现在人数也比较多，分了好多场次。倘若要按照传统的法规，可能我们真的很难运作。那过去我在服事之前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是很优秀，她的学历很棒，她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她在整个民间的社团很活跃，但是她每一次参加这个执事选举都没有选上，而每次她都有参加选举，都有进入那个要选举，但是都没有选上有一次，因为我曾经在那边小组聚会，在那边聚会跟她聊谈他说很奇怪，他觉得他是想要当执事，他认为他可以贡献教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选他？我跟他讲说，其实教会的职分跟外面真的是不同，你要真的有参与，在教会人家要认识你你只有主日来做礼拜，做礼拜完了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你。
倘若你有参加小组，你有参加以前都是有家庭礼拜可能有婚丧喜庆，你都有参加，或是你常常有去关心人，至少人家会认识你人家认为你来服侍很棒。倘若不知道，虽然你在社会很有地位可能也没办法我们不是在选社会上所有的认为好的一个条件，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感谢主，长老教会就是借着我们信徒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资格被选我们都能够愿意做主的工的话都有机会来服侍主让教会借着我们有好的组织、好的运作能够好的运作，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立能够充满他的荣耀，而且这个身体能够发挥很好的功能，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是神透过我们的使命能够完成，让整个神的国度不断扩展，让我们能够更渴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说长子是一个荣耀的圣子圣经里面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到流奶与蜜之地，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旷野。这一群百姓这么多人，摩西怎么带领？很多人在一起就有很多的事很多的彼此吵架啦，可能很多的这个关系的冲突各方面就要来调节。那摩西光要处理这个百姓的这个问题从早忙到晚。他的业务来的时候，看的时候，这不是办法。你这样下去的话，你自己也快死掉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那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整个会大乱。所以这个他的业务叶特罗真的很有智慧，叫他要去选那一些守节心清的这个就是对金钱不会随便受贿赂的比较忠心的而且是可以托付的。那这些人就选了也有千夫长，也有百夫长，也有50夫长、10夫长，分成负责来管理、来处理。果然，整个他带领的这些百姓能够向前。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另外记载，民数记记载摩西拣选的70人成为长老，来辅助他的工作。那这些人就是他从百姓当中选出来的，来做长老，来做官长，那他们才能够帮助他一起来带领这些百姓。那当然这些人需要从神而来的能力，所以我们就知道摩西他就为他们分赐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神的灵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得着能力，他们能够愿意承担这个重责大任，他们能够来分担摩西要带领这群百姓的担子。今天其实教会也是很相像今天当然牧师受召成为神的仆人来这个地方牧会，其实不是牧师一个人能够做那么多事情，不可能。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显出的长老帮助牧师，我们有显出的执事来帮助教会来分担圣工。今天我们成为小组的教会，感谢上帝，我们有训练很多的门徒，愿意成为副长，成为小组长，无论是在布道，无论是在牧养，无论是在训练，无论是在服事。所以我们这次圣诞牧园长老他说他要负责他有构想他负责，但是负责其实他一个人要做这么多哪有办法，所以他就召集我们的各个牧区我们的姐妹牧区，我们的成人牧区，社青牧区，学生牧区，来你们负责这个地方，你负责那个地方。当我们分工合作，那我们就可以做成这个工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运作。感谢上帝我们教会快70年来，就是有借着这显出的长子，他们愿意多走1里路，他们有意的承担。可能没有职分，我们常常会放松，可能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就不来了。但是因为我有这个职分，我要承担
我要开会，我要收奉献，我要施会啊，我要做这个服事那个服事，他要献上他的时间献上他的才能，让神使用。感谢上帝，就是因为有这样，所以我们教会能够有很好的发展。这个是长老教会，我们的运作就是这样。当然要担任长职，我们要挑选，我们不是随便选，我们也是我们心中认为是最好的人选，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因为他们有愿意这样的摆上，愿意有机会来服侍神，他们愿意。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个提摩太前书这段在讲监督，其实也是长老讲执事他们怎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其实使徒保罗对这个提摩太在牧养教会，要有这样的长老跟执事来帮助他。所以这些经文我们读了，大概都是很清楚明白。他们要羡慕这个圣工，这个是一个善工，他们有甘心乐意的心愿意去服侍。当然神悦纳他们，神与他们同在，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恩赐，给他们恩膏，他们有美好的服侍。但是他们也一定要真的愿意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愿意分别自己。所以他们在许多方面要跟人不是说不一样，而是要成为众人的一个榜样。比如说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在外面所作所为，是不是能够有好名声不因为他们所做的就变成使人毁谤有把柄，认为说你这个教会怎么有这样的长子做这个事情那这样的羞辱主的名，而且对教会就带来亏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无论是长老执事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服侍这个善工，你是羡慕的，你是渴慕的，你认为这个是美好的，你是喜欢的不是好像这个好像这个勉强的不得已的这个好像是一个重担，那你服侍起来就会很痛苦，另外你的信仰品格要有见证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我们牧师特别也谈到，我们当然我们要有灵修的生活，我们要这个在生活上我们要有很多的信徒的榜样。比如说我们教会有小组，你能够参与小组你能够在11奉献有榜样，你能够在布道有榜样，你能够在宣教上有榜样，在服事上有榜样。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在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能够有好榜样。那我们不只是说当了这个职位我才做服事，没有这个职位我就不服事了。其实无论有没有这个职分，我们都要服事他，我们都愿意尽我们信徒的本分。但是有这个职分，我更当要看重这个职分，我应该珍惜这个职分，而且能够荣耀这个职分。这个是我有了尽了本分，我有这个职分，我愿意领受了，我就去做我们千万不要像一般社会的标准认为这个人因为他奉献很多，他地位很高他好像什么有好的条件，只有这样是不够的，这样当然是很好。所以这里面也特别谈到很多像生活上的都无论是长老无论是执事，都告诉我们不要因酒滋事。喝酒不是罪，但是喝酒就喝到酒醉，会闹事的，会吃事情的，那这个就不好的。而且在生活上跟人的关系上要心口合一。有时候那言行合一，你说了一套做了一套，这个人家就看在眼里
啊，人家不信服哈。那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很多的这个细节，很多的细节。那这些对长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选长子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些去做衡量。但牧师说，不是标准高到100%完美的，那我们很困难啊。但是至少在灵性上，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在服事上，他是有一个愿意的，是火热的，不然对教会就带来亏损啊。曾经有遇到一个长老，这个长老其实他是比较多的交际应酬，但交际应酬也不是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职场上真的我们有很多困难，但是也是要小心，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网络。有一次，这个长老因为交际应酬喝到醉醺醺的啊，要开长子会了，怎么办？也是来了，他来了就大乱了啊，讲话就语无伦次了，哇，他觉得他真的是羞辱主名。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自己赶快把长老吃掉。所以平常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就是要谨慎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没有把柄不落入人的口实，让我们能够真的因为这样的职分是能够荣耀神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这个是使徒保罗一直告诉我们的。今天教会长子对教会真的都有很大的贡献。过去我们都可以听到很多的长老他不止在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在社会上有很大的贡献。有的人关心社会公益，甚至他们去关心很多的孤儿关心很多的这些麻风病的。过去在澎湖都很多长老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有人愿意为了地方捐很多钱来盖学校，这个都有。那我们做长老的当然要承担一些责任，有时候教会要建堂，这个教会可能要去贷款就要有人去担保谁要去担保？今天我们过去长老会是不准向银行借贷，怕我们发生问题，那这样就不好那后来现在已经改变，是可以借贷，但借贷还是要担保你还有人有这个能力去担保。那我们的长子，像我们教会过去在购买敬拜中心的土地需要一大笔钱，那我们去互助社要贷款，那互助社现在也是要担保，那我们长子就是愿意来承担为了教会愿意去承担这个就是甚至有的长老真的为了教会，他要付出更多的都有。我们在韩国看到韩国人的长老很热心他真的为了教会建堂，他甚至把房子都卖掉了为了要建堂他们愿意。我不是说我们当长子都要这样，但是的确只有这样长子非常爱主，愿意付出了为了在韩国，甚至为了要传福音我来这栋大楼买了房子目的就是要传福音。那传的差不多了我把这个房子卖掉，再去买别的。在韩国真的很多爱主的长子弟兄姊妹，他们都愿意付出。我相信都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当我们愿意这样爱主，我相信神一定会赐福你。那你一定有好的榜样，会影响到你的后代。所以有一个在传道人有说了一个好像是笑话，冷笑话，但是其实他说执事生长老，长老生牧师其实不一定，但是真的有可能因为信徒你很爱主热心，所以大家看为你好能够推选你成为执事，而执事你很忠心，做了2任之后选上长老了，所以这个执事会生出长老来也是一步一步的，借着你热心的服事成为执事热心服事，所以能选你成为长老。这个长老是终身的终身的，是一个很荣耀的。所以这个长老会生出牧师是不是这样？意思不是这样
很多长老可能德高望重，年纪都大了，他还可以升出牧师吗？不是，而是他可能借着他可以鼓励年轻人，鼓励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爱年轻人，培养年轻人。很多年轻人爱主，愿意献身去读神学院，出来他成为传道，他就成为牧师。陈牧师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班上所有的不是牧师的儿子，就是长老的儿子，至少是执事的儿子。信徒的儿子比较少，但是不是没有。像陈牧师的爸爸妈妈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就是一个平信徒但是神也使用平信徒的儿子来成为传道人，这都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表示，因为你爱主，你爱主的教会，自然你就会关心这个教会。倘若没有人要献身做主的工，那这个教会谁要来牧养？所以神学院都是常常鼓励，不只是鼓励我们献金，他也是鼓励我们能够有年轻人能够献身，才能够让教会不断的传承，让教会不断的发展，使教会能够越来越兴旺。当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会羡慕这个工，羡慕成为传道人的工，他就会献身愿意去读神学院。感谢上帝，我们佑昌教会牧师至少在这里牧会20年多一点我们已经有好多位的年轻人奉献去读神学院，我们教会也都支持他。我们教会的爱慕基金那个奉献，现在都是用在帮助培育传道人陈先生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补助金这个就是从这里来。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借着这个长子的兴起，上帝能够选出神说要使用的人在这个地方，牧师特别要讲，在选举上，其实我们要有一些认知，就是说，我们是改革中的教会，强调了一个是信徒皆祭司。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神所以每一个人也可以被推选成为执事，有机会成为长老，甚至可以献身来成为传道人来服侍他。只要我们愿意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愿意去领受这个职分。另外就是我们的长职就是要来帮助牧师来做治理管理我们真的要祷告有好的长职，就会带领整个教会走向一个更美好的地步，让这个教会荣耀主的圣名所以我们要为此都祷告。那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个选举能够与主同工牧师在上面有写的刚才打的第4点就是希望我们真的显出在信仰品格上，在生活见证上，在服事能力上都能够大家都是认为好的。当我们能够显出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教会的福气。教会不是用人为的手段、人为的方式人为的炒作，那这样就会阻挡了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次选举大家祷告，盼望一切能够顺利我们所推荐的看为美好了，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让教会有很好的运作，让教会真的我们的教会现在成为一个小组的教会，有的人来承担很多教会的行政，教会的很多的这些事务，但有的人承担牧养，有人能够
做布道的事工，我们也可以分工合作。所以现在我们做新生命讲座，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个同工，那这个同工大家分工合作就轻省，那教会就能够完成主托我们这样的大使命。而且我们教会也不是我们为自己的存在，我们那是为神的国度。所以感谢上帝，我们教会倘若我们能够更健康、更茁壮，我们有更多的领袖，我们有更多的门徒，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委身来服侍神，我们就能够帮助更多的教会。像高雄中会，感谢上帝从明年开始就开始要注重更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每个部门就开始要动起来，要聚焦在这个整个福音事工，那我们教会就可以帮助更多人。像冈山教会，他们现在起来了，他们也可以帮助人。我们起来了，我们可以帮助人，那整个中会就会有扩展，整个长老教会就能够更兴旺。这个就是教会。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盼望能够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的参与这样的兴起，能够有更卓越的长子团队来配合教牧团队干事团队，我们有牧养的团队，有侍奉的团队，有宣教的团队，让教会越来越茁壮，成为在末世能够收割灵魂的部队。我们一起要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他。有一个感动，这首诗歌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了就是那个信念盼望我们能够为此祷告这一次的长子的兴起，愿神掌权，愿神在他的教会得着荣耀，愿许多人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来服侍他。让我们一起共同完成神透我们的圣工，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的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的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舍舍己，愿为主捉紧兵，愿为主捉不入，愿为主不是人。主啊，我愿传给我自己。我们举起手跟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的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舍舍己，愿为主捉紧兵，愿为主捉不入，愿为主不是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为主，我们愿意成为他的仆人，我们愿意做他的精兵，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境遇如何，
让我们都能够愿意来服侍他。我们真的为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他的器皿，被他使用。无论在家里面，在职场，在我们所到之处，能够做他的见证。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在22届的长子的选举，求主显出他要使用的长老执事，能够和牧师、教会所有的团队一同来兴旺福音，来使他的教会能够成为祝福，在这个社区，在这个城市，在我们长老教会，我们好不好？我们为这次选举，为所有的候选人所有参与选举的，我们都为他们祷告，愿神自己在我们当中动工，来选召他要使用的人，能够让他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健康，越茁壮，充满他的荣耀。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呼求主3声，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是的，教会是你用光而充满的。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的教会是荣耀的。主啊，你的教会，主啊，是有主的。主啊，教会不是教会，是你所呼召的。愿你回应你的呼召，愿你成为祭司，愿你成为祭司，愿你成为仆人，愿你成为精兵。主啊，你呼召我们，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无论是在主论上，没有在主上，我们都尽我们本分来荣耀。然后主啊，你把智慧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敬重你，让我们荣耀你的，让我们愿意更用这个智慧来荣耀你。主啊，你在我当中显现，主啊，在我当中显现，将我们长老的后前面教会，每一位都仰望教会，我们这是28位仰望教会。主啊，让我们的心灵又能主啊，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自己来接近。是的，主啊，无论在哪里，无论何境遇，我们愿意一生来顺服你，顺服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呼召。主啊，让我们愿意为你能够做精兵，做奴仆。主啊，来服侍你，来荣耀你。主啊，让我们成为信徒，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来荣耀你。主啊，倘若我们领受的是长老、是执事、是小组长、是副长，无论我们的职分是什么，主啊，我们也要在我们的职分上来荣耀你。主啊，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主啊，愿你的教会能够充满你的荣耀，
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在一生的年日当中来荣耀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教会将近70年了。主啊，过去你都呼召人来跟从你，而且呼召人他们愿意来顺服你，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来完成主你所托付的使命。主啊，愿我们也能够愿意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我，无论我要往哪里去，我做什么样的侍奉，主啊，让我能够成为忠心的仆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能够看见因着我们卑微的服事，看见神的荣耀的彰显在他的教会，使教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茁壮，越来越扩展，你的国度能够在地如同在天。主啊，赐我们献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请我们预备心来做奉献，我们请服侍同工。请我们起立来唱奉献诗。我将所有献满心的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到底，日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全因耶稣，所有全奉献。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以感恩的心，乐意献上礼物，能使用在教会各样的事工上，推展神的国度，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也恳求神施恩赐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身心灵都健康，悦纳我们所献的。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祝福差遣。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
督导我们，请建岳牧师。你们可以平安气，愿圣灵充满你们，愿主的爱大大的浇灌你们，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做奴仆，愿为主服侍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第二场法会礼拜结束。